通篇難言濫調假大空的施政報告。主席，梁匪振英發表第2份施政報告，所謂願景係讓有需要的得到支援，讓年青的各展所長，讓香港得以發揮。語意模糊，語焉不詳，連說話都講唔清楚，佢嘅治港能力係點樣可以詩過半義？曾經有東方之珠美譽嘅香港，自從1997年主權移交之後，貧富懸殊冠絕全球已發展地區，又榮登樓價全球最難負擔嘅城市。世界嘅新聞自由排名喺10年來急跌40多位，而落後於台灣、南韓同埋日本。呢啲劣績都係英國人做唔到，坐喺呢度嘅中國人就做到啦。今天東方之珠嘅璀璨已然煙消雲散，香港變成一個大部分人無法安居樂業、發揮所長嘅地方，社會怨氣沖天。前朝無所作為嘅董建華同埋貪婪腐敗嘅曾蔭權固然係難辭其咎，現在嘅梁匪振英並無興利革弊嘅意志，只有揣摩黨意、打壓本土嘅倒行逆施，更使香港不斷向下沉淪。黃毓民議員，停一停。譚耀宗議員，我正話2次聽到黃毓民議員提及到梁振英特首嘅名嘅時候，所用嘅詞句係有侮辱嘅成分。請主席考慮。黃毓民議員，我之前已經提過，本會喺會議上邊議員提及行政長官嘅時候呢，行政長官作為特別行政區嘅首長，本會嘅議員係不應該喺會議上用有侮辱性、冒犯性嘅用語，所以我要求你收翻你剛才有啲冒犯行政長官嘅。原來你都係匪 ，OK？ 唔緊要。我因為要讀完呢篇演詞，我委屈求全，唔叫呢個比賊匪都不如嘅賣港賊做梁匪振英，我收翻頭先嗰句。估唔到主席都係護匪。黃毓民議員，竊據大位20個月，梁振英繼續維護大財團壟斷嘅經濟結構，興建公營房屋口惠而實不至，扶貧工作涼薄吝嗇，貧苦大眾仍然係不見天日。港共政權拒絕爭取收回單程證同埋自由行審批權之餘，變本加厲不斷接收大陸旅客，大開中門，讓大陸人衝擊香港嘅生活方式同埋價值。對於香港嘅弱勢社群，梁振英就利誘本地嘅基層長者到深圳同埋肇慶嘅院舍安老，贊助學生北上大陸升學，公然實行殖民同埋人口換血工程，趕絕土生土長嘅香港人。世上所有已發展地區嘅行政首長施政都必定以在地人嘅權益為優先，但係梁振英為咗逢迎中國而不惜加害港人，佢係香港嘅公敵，殆無異議。施政報告通篇難言濫調假大空，稍有良知嘅代議士都應該對呢一份致謝動議投下反對票。貧富懸殊，族群撕裂，梁振英第2份施政報告一如舊慣，繼續係重經濟發展、輕民生樂利。香港多年來都獲得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全球最具競爭力經濟體之一等等嘅榮譽，實相就係富人無需付累進稅嘅不公義稅制，刻薄寡恩嘅社會福利體制，剝削僱員補貼基金經理嘅退休保障制度，大財團壟斷港人衣食住行，勞工收入就緊捉戶口，通脹、樓價、租金升幅遠遠係超越市民收入。最新統計嘅個人入息中位數只有1.23萬元，家庭入息中位數先至得2.2萬元，10年來都係原地踏步。2001年嘅個人入息中位數係12,000蚊，家庭入息中位數係18,500蚊。究竟香港人作咗咩業要受呢啲咁嘅苦難？
去年3月至到5月，葵涌碼頭工人不滿和黃旗下嘅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公司可恥待遇、惡劣嘅工作環境、不合理嘅條款合約，發動為期40日嘅工潮，證明香港嘅極端資本主義同埋經濟繁榮根本就唔可以改變人民嘅生活。特區政府幾年前推動工資保障運動成效不彰，之後同商界多番角力，先至能夠實行最低工資。而最低工資喺2010年實行只有時薪28元，舊年先加到30蚊。港人有仇富嘅心理，並非偶然。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此言家事香港，祝福香港，但係富人同窮人、有樓嘅同冇樓嘅之間嘅族群矛盾同埋撕裂係顯而易見，恐怕唔係特區政府粉飾太平就能夠改變。本席上星期讀到一段報導，指芬蘭嘅過氣手提電話一哥諾基亞為全球18000名裁員員工安排轉職銜接計劃。包括幫助員工轉職到全新嘅工作所，提供教育訓練，協助員工創業，投資員工開設嘅新公司，授權使用技術專利等等。至今已經協助咗5000名員工，成立咗400家新公司。諾基亞嘅管理層認為，對離職員工要做到職業道德上面嘅最大照顧，而非滿足法律上嘅最低標準。芬蘭人認為，諾基亞嘅人才同埋轉職嘅資助，令芬蘭新創嘅企業百花齊放，不但止冇令到芬蘭因為諾基亞倒下而亡國，反而認為諾基亞衰退令芬蘭嘅經濟結構更加健全。經濟由眾多新創公司簇擁，而不再只依賴諾基亞作單一嘅支柱。呢個係芬蘭嘅例子。香港嘅政府同商界究竟有冇呢種量度？有冇呢種胸襟呢？香港市場不外乎係3幾個大財團財閥賺盡你每分每毫，將中低層嘅員工呼之則來，揮之則去。政府就以大財團嘅盈利嚟衡量經濟環境，對中小型嘅創業者愛理不理。正正就係呢一種思維同埋結構，造成咗高達0.537，接近暴動邊緣嘅堅尼係數。產業空洞，經濟失衡。香港嘅經濟一直都係以服務業作主導。施政報告提及嘅金融業、貿易、旅遊業、專業服務、物流業都係歷史悠久嘅服務業。呢一種結構令到香港極容易受到外圍經濟波動影響。經濟較佳嘅時候，蒙受剝削嘅人民勉強仲可以支持，但你嘅經濟受到外圍打擊嘅時候，人民就隨時3餐不繼，要去快餐店度食2手飯。目下嘅香港欠缺漁農業、製造業同埋本土社區經濟，只能夠依靠金融、地產炒賣同埋自由行帶動嘅消費支持。施政報告表示要擴大香港嘅接待能力，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良表示不應該亦不能夠就旅客嘅人數設上限，又呼籲市民考慮旅遊業對就業同埋經濟情況嘅貢獻。市區面積只有260平方公里嘅香港，2013年有5430萬遊客，係人口嘅8倍。而主島嘅面積600平方公里嘅新加坡，2012年大約有1400萬旅客，人口嘅3倍。香港早已經超出負荷。舊年嘅上半年，旅客境內消費有1300多億元，絕大部分都被大財團中飽。一般港人只係能夠分得一啲小部分嘅殘羹剩飯，同時要承受公共秩序混亂、交通擠塞、租金物價上升等等嘅社會成本。香港人既無法決定誰人到訪，又無法分享收益，仲要蒙受各種損失。天下間試問有咁荒謬嘅事咩？以往港英時期，一般欠缺資金同埋專業知識嘅港人可以喺公屋商場租個鋪位，家爺仔拿生意，可以養活妻兒，係咪？特區政府成立之後，賤賣公屋商場停車場俾領匯，大舉引入大陸自由行旅客，食環署就嚴厲對付呢個小販，市建局就大肆破壞老社區。結果商鋪租金大幅飆升，大財團主導嘅港人生活所有嘅環節，
消費業無視本地消費者需要，一般港人喺經濟上無法找到自己司職嘅位置，只能夠仰賴大財團同埋大陸人來港消費生存，貧富懸殊當然無可避免。政府對上述種種都係視若無睹，只顧喺經濟上同大陸融合，唔願意擺脫香港經濟對金融、地產、旅遊業消費嘅依賴，香港嘅經濟就猶如駛進斷港絕環，不見出路。本席強烈要求特區政府扶植漁農業、環保循環業、本地輕工業、創意工業，促成一套緊扣港人生活嘅產業嘅生活產業鏈，並且回購領匯嘅公屋商場資產，制止市區重建局破壞老社區嘅收購再發展模式，放寬食環署喺街頭流動同埋攤位小販嘅執法，重新創造一個容易創業同埋自力更生嘅經濟環境，全面振興本土社區經濟，還港人享有積極參與經濟發展嘅機會。建屋目標不切實際。梁振英由董建華時代開始擔任呢個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召集人，董建華任內製造嘅房屋問題成為咗梁振英競選時嘅政治資本。梁振英喺2012年競選嘅時候誇下海口，每年要建公屋35000。呢一次嘅施政報告就話未來10年供應47萬個單位，公營房屋佔60%，即係每年28000個，然後居屋8000，就公屋2萬。特區政府喺2012年只係落成9000幾個公屋單位，梁振英嘅目標能否實現，大家都心裏有數，又係假大空。截至去年9月底，公屋嘅輪候冊高達237800宗。非長者單身人士申請嘅宗數已經貼近一般家庭申請，達到118900宗。長遠房屋策略委員會推算，全香港大約有67000個劏房戶，高達17萬人居住在劏房。政治立場親梁振英嘅社區組織協會曾經發現，劏房嘅租金佔咗住戶入息接近30%，亦都佔綜援戶嘅入息34%。一個符合資格申請公屋嘅3人家庭，扣除租金之後，只有14000幾蚊做呢個生活開支。香港百物騰貴，快餐店焗豬扒飯或者雙拼燒味飯盒都成為40大元。醫生診藥費最少就有300，佢哋嘅收入7除8扣之後已經所餘無幾。即係你點樣去儲蓄同埋改善生活環境，真係不見天日，苦海無邊。唔知道運輸房屋局局長張炳良，你每日究竟係用咩心情嚟思考呢個基層住屋問題呢？盲搶土地，破壞環境。特區政府經常表示香港欠缺土地發展住宅，於是要打呢個郊野公園嘅主意，開發新界東北嘅農地，發展大嶼山，重新規劃綠化地帶、政府機構同埋社區用地等等。啲媒體就笑你，話呢啲叫做盲搶地。現實就係住宅用地不過係全港土地面積嘅6.9%。2012年10月，發展局局長陳茂波表示，特區政府嘅土地儲備有391.5公頃空置住宅土地，同埋呢個932.9公頃嘅鄉村式發展。以政府嘅慣例計算，就會有8528萬點4嘅平方尺可以建樓面嘅面積。有網上媒體翻查多間上市公司年報，包括長實、新鴻基、恒基、新世界、信和同埋港鐵，發現佢哋總共有6399萬平方尺可建樓面面積，同埋2.7億平方尺嘅農地，仲唔計新界東北發展區可建嘅樓面面積。呢個係政府儲備嘅幾倍。嗱，個問題核心就係特區政府一直以來都放任自流，任由呢啲私人發展商囤積鄉郊土地，即使而家向發展商重新回購土地，亦都要付上天文數字嘅代價，真係恨錯難返。特區政府縱容市區重建局大
大肆收購舊物業，再發展為窩伯、帝后華庭等等嘅豪宅出售，有助是田生同埋金朝陽等私人企業不斷收購整棟物業，令市區土地盡歸私人企業之手，大大加添咗增建資助房屋嘅困難。除咗公屋短缺，安老宿位、專上院校、殘疾宿舍等社區或者公共設施都出現短缺，而且都有迫切嘅需要。政府規劃呢個用地嘅時候出現僧多粥少嘅狀況，呢個就在所難免。特區政府一直迴避土地短缺嘅主要原因，又要增加發展密度、更改呢個 GIC 土地用途，最終就必定會破壞香港人嘅社區生活，加劇空氣噪音污染，製造交通擠塞。原來測量師出身，以房屋問題專家自居嘅梁振英，不過係藥石亂投嘅庸醫，不值一哂嘅貨色垃圾。扶貧論色，不恤民命。梁振英標榜自己嘅扶貧工作，施政報告表示扶貧政策嘅主軸係鼓勵青壯年人通過就業自力更生，而社會保障同福利制度就要喺合理同埋可持續嘅基礎上邊幫助啲不能自助嘅人。青壯年人喺香港只能夠為大財團做廉價勞工，當然就冇辦法自力更生。而所謂合理及可持續嘅社會保障同埋福利制度，多年來都無法幫助有需要嘅人。綜援嘅升幅永遠不及物價嘅升幅，貧窮長者要到街上拾荒為生，政府嘅可持續就令到貧窮戶嘅生活難以持續。一言以蔽之，呢個就叫善財難捨，冤枉甘心。去年實施嘅長者生活津貼，不過係比一般生果金每個月多咗1000蚊，但係為咗滿足特區政府嘅所謂可持續模式，就要申請嘅長者接受資產同埋入息審查。特區政府嘅吝嗇同埋涼薄，可見一斑。基層長者難以負擔私人安老宿位，資助安老宿位又嚴重短缺，每年都有數千名正在輪候資助安老宿位嘅長者離世。施政報告提出向深圳嘅安老院舍購買宿位，相信將會係未來安老政策嘅大方向。啲親友固然難以探訪，而大陸嘅黑心食版猖獗，護理人員質素參差，法制充滿漏洞，人身安全完全不受保障。呢一個建議簡直就用心不良，侮辱長者，令人十分憤慨。特區政府啱啱定咗官方貧窮線，單身人士嘅貧窮線定喺月入3600蚊，2人家庭就7700蚊，3人家庭就11500蚊，而4人、5人、6人或者以上嘅家庭就分別定喺14300蚊、14800蚊同埋15800蚊。坐喺呢度個個都揾幾廿萬一個月，幾十萬一個月嘅人，真係幫人哋定一條咁嘅貧窮線，呢個十分可恥。我話俾你聽。究竟呢一條貧窮線係咪真正可以反映真實嘅貧窮情況呢？如果以最低工資計算，一個2人單親家庭或者一個父母都去出外工作嘅即係4人家庭，已經喺貧窮線以上，但係佢哋嘅生活扣除呢個劏房租金、每日膳食同埋交通費之後，依然係捉襟見肘。你點定呢個貧窮線呢？請問？雖然政府每年都話會按入息中位數變化調整貧窮線，但係貧窮線冇考慮到香港嘅物價水平。香港嘅入息中位數多年來停滯不前，物價就不斷飆升。樂施會總裁扶貧委員會嘅委員、前社會福利署署長余志允曾經表示，佢話樂施會比較一個家庭喺香港過最基本生活所需，包括衣食住行等支出，以自定另一條按照基本生活需要為基礎嘅貧窮線。本席支持樂施會嘅做法。施政報告提出以貧窮線水平訂立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本席不禁懷疑受惠嘅人有冇政府估計嗰20萬戶、71萬人啊？更加質疑未考慮物價水平而訂立嘅呢個津貼水平。再者，每年區30億元嘅津貼，只不過係2011年、2012年度195億綜援開支嘅1成半，2012-13年度嘅3700億政府總開支嘅1/1000。
政府就煞有介事，話呢個涉及大量公帑而覆蓋面甚廣嘅恆常措施，裝腔作勢，實在令人討厭。梁振英曾經指責唐英年越富越貧，越富越貧。但係呢一屆嘅特區政府每次推出扶貧措施嘅時候，仍然係念念有詞，顧及政府長遠嘅財政負擔，要有針對性，避免扭曲勞動市場或者降低工作誘因。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不過係區區30億元，同每年錯估嘅數百億意外盈餘相比，就真係微不足道。而家特區政府累積嘅財政儲備去到7600億嘅市場，特區政府都要錙銖必計。由此可見，特區政府嘅扶貧從來就不是以貧窮戶嘅需要為首要考慮。長者生活津貼嘅設立審查貧窮線同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只係機械式考慮入息中位數一項因素，而不考慮物價水平。呢啲都係充滿官僚主義嘅色彩。本席曾經引述精貫政要嘅批評呢個特區政府嗰個守財奴嘅理財方式。貞觀2年，太宗為黃門侍郎王歸曰：隨開皇14年大旱，人多饑乏，是時倉庫盈溢，竟不許賑給，乃令百姓逐糧。隨民不憐百姓而息倉庫，備至末年，計天下儲積，得公50-60年。煬帝此富饒，所以奢華無度，遂至滅亡。煬帝失國，亦此之由。凡理國者，聽住啦，雖然你啲中文係十分渣。凡理國者，務積於人，不在盈渠倉庫。古人云：百姓不足，均屬愚族。但使倉庫可備空年，此外何煩儲蓄？後治若然，自能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多積倉庫，圖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OK， 稿就俾咗你啦，翻去自己慢慢研究啦。OK， 香港嘅貧窮戶陷水益心，妒火益熱。特區政府一眾年薪數百萬元嘅高官，仍然係顧及政府長遠嘅財政承擔，然後不憐百姓而息倉庫。學位短缺，視若無睹。梁振英曾經承諾12年免費教育，12年免費教育係一個全城共識嘅政策。政府去年4月成立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至今仍然係不斷咁樣研究，明年先提交報告。舊年北區爆發幼稚園學位荒、學位分配問題，中央派位機制竟然唔係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最重要嘅議程。委員會所有成員都係以兼職或者顧問形式參與，竟然要建議另外進行顧問研究。特區政府庸碌無能，都莫此為心。資助學額增多足少，施政報告只計劃喺15年逐步增加資助院校高年級收生嘅學額共1000個，供每年數萬名副學士嘅畢業生競逐，係每年約29000個教資會資助學士課程學額3%到4%。政府目標喺2018至19年，每年有5000個副學位嘅畢業生能夠升讀資助銜接學位，都不過係有資助學士課程嘅學額嘅1成多。舊年8大院校已經取錄咗接近4000名非本地學生，達本地學生嘅1成4。特區政府只係增加3%至4%嘅資助額，同時不設上限資助香港學生去大陸院校升學。究竟特區政府視本地學生為何物？權貴腐敗，管治失效。新一屆特區政府醜聞不絕，吏治敗壞。梁振英抱上任，前發展局局長麥齊光即遭揭發與同僚合謀騙取租金津貼，最後被判入獄8個月，緩刑2年。其後發展局長陳茂波大角咀經營劏房避稅，喺新界東北囤積農地，更以託辭太太家人隱瞞兒子持有新界農地。前行政會議成員林奮強喺政府推出買家印花稅前偷步買樓，表示對新措施毫不知情。前行政會議成員張震遠經營嘅商交所因為資金不足而被逼向
交回呢個牌照，之後又爆出虛假文件弊案，然後周身爛債俾人追債，一人被判入獄，佢呢就12個月俾法院頒令向財務公司還款3300萬元，但係呢，佢冇事喎。律政司長係嘛？呢啲仲唔係梁振英包庇佢係咪？講起你呢個司長，你竟然可以同陳志雲而家有案在身嘅要上訴嘅一齊做節目，你都算夠膽啊！真係講就講，真係唔抽下你水都唔得。梁振英本人啊，更係可惡。舊年10月15日拒絕發牌俾香港電視網絡，整個決定過程黑箱作業，罔顧程序公義。對於公眾質疑，就以行政會議保密制度搪塞過去，實在人神共憤。自己仲有僭建問題都未解決，跟住屋宇署長又包庇佢，狗屎垃圾一大堆，係咪？馮煒光人人皆若可殺，嗰啲民主派嘅叛將，狗屎垃圾，無賴一個，你又要揾佢做新聞統籌專員，令到你班無賴可以一家團聚。本月初，梁振英宣布，由於菲律賓拒絕向幸存者同埋死者家屬道歉，要決定對菲律賓進行呢個首階段嘅制裁措施。嗰首階段制裁措施係咩啊？司長就係原來公務護照、外交護照即係免簽證14日取消咗啫喎，咁樣叫做制裁啊！哇！你哋真係好嘢，真係係咪？星期二，梁振英喺行政會議例會之後，回應政黨提出嘅所謂開徵陸路旅客入境稅嘅問題，竟然訓示我哋香港人未富先驕。大佬富咗好耐啦，我哋而家人均收入全世界排好前㗎咋，司長我哋係3萬幾蚊美金人均收入啊，係叫做已發展地區，即係富裕地區、發達地區啊。不過我哋係俾少部分人富起來咁解啫嘛，係咪？係貧富懸殊。咩叫未富先驕？而家係富而無禮啊！讀下書啦，富而驕，貧而諂，富而無禮而家個社會啊，係嘛？頭先有人提到啲言論自由問題，我都唔喺度重複㗎啦。梁振英扼殺呢個言論自由，係嘛？打擊嗰啲政治異議者都不至今日此啦，係咪？我都係受害者，不過好在而家仲喺度可以發牙痕，係咪？全民制憲，實現普選，港共政權處處與民為敵，源於香港人冇辦法選舉產生一個自己支持同埋有志維護香港文化同埋價值嘅行政長官，只能夠無奈接受中共極權欽點行政長官。特區政府展開所謂政改諮詢，前提就要按照基本法、人大04年釋法同埋07年嘅決定，堅持要設立限制港人提名同埋參選權利嘅提名委員會制度。呢個根本就係一個預設前提嘅假諮詢。基本法並無港人授權嘅代表撰寫，人大04年釋法同埋07年嘅決定都係無視港人意願嘅霸王硬上弓。更加不堪嘅係，所謂泛民主派都對辭職公投愛理不理，香港人根本冇辦法自己決定政制發展嘅前途，香港人嘅命運竟然要交由同香港九唔搭八冇嚟拉家，但要指手畫腳嘅大陸人同埋爭取民主消極退縮嘅偽民主派所主宰。本席主張全民制憲，由港人或者港人授權嘅代表重新制定一套屬於香港、切合香港社會需要嘅憲法，並且根據新憲法實行人人享有平等提名、參選同埋選舉權嘅雙普選。孫中山先生喺三民主義提出嘅直接民主，人民應該有創制復決嘅權利，可以訂立新嘅法律，決定修改或者廢除法律。1789年法國人權宣言第6條講到法律就係總意嘅表現，認為所有公民都有權親自或者經由佢代表參與法律嘅制定。全民制憲並非一種烏托邦，佢喺瑞士已經實現。瑞士公民可以主動提出新嘅法案或者修改同埋取消舊嘅法案。當有10萬人聯署，就可以要求全面修改憲法。憲法規範政府機關義務權力同埋功能，規範各機關之間嘅關係，界定政府同個人之間關係。嗱，一個地區嘅最高法律，有關香港嘅政治、經濟、社會發展，港人當然係有權參與制定憲法，決定自己嘅命運。香港人縱使每年都對施政報告大失所望，強烈反感，
亦得默默全盤接受。呢一個時代已經過去，只有奮起抗爭，發起全民制憲，實行無需中共篩選嘅一人一票雙普選，先至能夠產生一個喺施政報告中回應各種民生訴求嘅行政長官，同埋一個真正可以監察政府嘅立法機關，走出地產霸權、產業空洞、貧富懸殊嘅困局，香港先至能夠長治久安。全民制憲，重新立約，公民聯署，普選特首，打倒梁匪陣營，打倒港共政權。